没问题，就没个客栈，侬客栈说咩话？行渔民的当中，侬客栈说咩话？咩话说客栈？咩话说客栈？上人念这在做，以后我店苦品出名。上人，念这在做我店，我以后。以后我店苦品，啥的，苦品，哦错，我店苦品出名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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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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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3年这代做研究，学店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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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他的念这就是 at once 立即，就是马上的意思，马上来做，在以后我店苦品的福音，bonheur 和 good news 出名，他的念这带做以后我店苦品出名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，海来宁永渤海。海来不免平安。